烤地油是真热销的保健食品，国内大概有整1000公顷。伫台东县目前有146公顷，原住民的部落占上多。因为这经济价值悬，种的技术嘛真低，所以农粮署目前正咧推广农民佮合作社做伙来种，希望会当振兴部落的经济。台东县延平乡布农族的布拉国生产合作社，20位种烤地农民所种的有机烤地籽，昨嘛正伫咧采收，烹制了后，再备卡用机器制作高品质的烤地油。因为延平乡环境污染较少，种植的技术较低，野生动物较无容易破坏，所以农粮署东区分署鼓励农民转做。是比较好管理了，比较简单了，种下去就除了施肥割草而已以外了。积极的利用我们这边的这个场域、好的环境，那结合这个生态旅游跟一些 DIY 活动，来推动他们的这个苦茶的产业。烤地籽这几年变做个人的保健食品之一。目前伫台东县只有146公顷的种植面积。台东县的环境如果适合种有机烤地树，特别是透过生产合作社契作模式，会当保障农民的收入。而且唔但是生产烤地油，伊个当做沙文加精油等副产品，生产的利润也当帮助农民。农粮署正伫咧推广契作。如果农民在他们的契作价格上面得到一个保障的时候，他们会更愿意来参与在这个行列里面。农民讲，烤地树就要种6年才有法度采收。因故有合作社的生产保障，会提悬种植的意愿。农粮署建议部落的农民参加合作社生产模式，振兴部落的经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